想必大家都很期待我们今晚的特别来宾。今天为什么找Yuna来呢？廖氏征信咨询协商服务顾问中心。没错，我们公司服务的项目非常的广泛。可以简称我们是廖氏征信社即可。可是你姓张不姓廖啊，我老板姓廖，廖叔去国外收集古董，现在整间公司由我负责。现在整间公司由我们俩负责。那位是本身的秘书小姐马如文。茉莉长补茶，谢谢。这杯茶呢，有理气、安神化湿的功效，可以治疗心神不宁、失眠多梦、神经紧绷。泡的时候要先准备3种材料：茉莉花3颗、菖蒲6颗、绿茶10颗，磨成细粉，再冲入500cc沸水，焖泡5分钟，是饮用的最佳时机。对，就是现在。好喝。把苦恼说出来吧，我会想办法帮你解决。昨天早上，我在我儿子的房间发现了这把枪。不好意思，枪先让我检查一下。92FS 是意大利制的半自动手枪，重量不到1公斤，9厘米子弹，是美国军方警方长期使用的自制手枪。枪身有特殊镀膜 ，Ballistic 防腐蚀。因为采用手动保险设计，在上弹卸弹的时候有更高的安全性，不必担心扳机走火。好强！所以，这是一把真枪啊！宋太太，我刚才在讲解，你都没有在听吗？我儿子房间里面有真枪，那我该怎么办？只有枪没有子弹，至少不是最危险的状况。为了你儿子的安全，我建议你立刻报警。不行，我如果可以报警的话，我来你这边干什么？我想要知道这把枪到底是哪里来的啊。我儿子他是好孩子，他一定是交了坏朋友。你不相信我？相不相信要看你儿子怎么解释。我不能让他知道我进过他房间，而且我要在他回来之前，把这把枪放回原位。你要去哪？指纹擦干净后，
把枪放回原位。叫豪现在跟你信任。我是在床底下找到枪的。看起来骄傲真的非常投入服信社团，不是做做样子。那当然，他平常就会去老人之家、育幼院办活动。他还告诉我，他要去南非当国际志工。你说啊，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变坏？这个特殊键盘呢，可以破解你儿子的密码。那个，你放心，不会浪费太多时间。我知道他的密码。嘉豪交友的状况怎样？他交友圈很单纯，身边都是好孩子。你回来啦？家里有客人吗？保险公司的人啊。保险公司。我买新的产物保险，最近地震不是很多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最近社团玩的怎么样？好久没有看到俊成他们来家里玩嘞。我们高3了，要考学测。都检查过了，房屋主结构没问题。这位是张先生。宋同学吗？听你妈说，你很常当志工，现在有热情帮助别人的年轻人不多了。张先生。宋小姐，我也先拟妥一份合约，再麻烦你过目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小豪，我找保险的原来是因为你。堕天使，原本住在天堂的天使，因与人类的女性相恋，失去神的恩宠，被神逐出天堂，堕落人间。神还对天使出严厉的刑罚啊，好惨！你是张先生吗？翁俊成同学吗？啊，这只是我个人嗜好，你放心，我不是变态。我没有说你是变态。我真的不是变态。请坐。你说你是北都日报的记者？抱歉，其实我不是记者，也没有要写高中服务性社团的专题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？宋小姐很担心嘉豪，所以委托我调查他在外面的状况。我是征信社的侦探。所以你是福尔摩斯啊？我比较类似山姆·斯贝德。山姆什么 ？Sam Spade 是私家侦探，人派始祖 Dash Hammett 底下。
布丁柠檬红茶，去冰1.5倍甜度。这是我最爱喝的饮料，你怎么知道？跟了你2天了。你是嘉豪的好朋友，你不想帮他吗？他最近到底怎么了2个月前吧，他说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我听别人说，他跑去混帮派。那你有见过嘉豪爸爸吗？在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爸爸就已经过世了。你知道爱吃甜食的人通常都比较乐观正向、热心助人吗？你讲这个干嘛？我还想要知道嘉豪更多的事。你知势吼？我甲你讲，迄钓狗食当食铁，你家己较注意。若无细腻，会出代志。我去家出去啊，那么有哪在后，那叫我。今天有想我吗？那个事情办得怎么样？还在想办法。你是不是不想帮我？没有不想帮你。你明明就知道我经历过些什么东西。我知道，我只是觉得事情面。我只能相信你了。你不会让我失望的，对吧？上车吧。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，2个月前嘉豪加入帮派，理由很可能是为了一个叫温馨敏、绰号 Yuna 的传播妹，她也是个网络直播主。要是沉迷于这种直播平台，抖内起来的金额也蛮可观的。不可能啊！你也看过嘉豪房间的那些奖状，他不可能是坏孩子啊！人们在社群网站上的模样，通常都是刻意制造出来的形象，只会显露出最好的一面。我想，你儿子也许只是选择性让你看到你想看的。如果你还想继续调查，不用了，姐。他平常就会去老人之家、育幼院办活动。他还告诉我，他要去南非当国际志工。嘉豪回来了。你也看过嘉豪房间的那些奖状，他不可能是坏孩子啊！
片存档时间全都集中在2个月前，也就是说，嘉豪认识温新敏之后，就再也没看他的直播了。文，帮我查个人。我哪敢把你当女佣啊？我知道现在是下班时间啊。温馨敏，喂，喂，嘉豪把枪带走了。喂，嘉豪现在状况怎么样？他没事。他带枪出门，到底是想要干什么？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查清楚。他现在在哪里？他在医院。啊？医院？他在医院干什么？他……宋小姐，宋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宋小姐，喂，宋小姐，喂，喂，喂。玫瑰薄荷茶对于消除疲劳、舒缓情绪很有帮助。薄荷可以提神，泡的时候要将玫瑰花瓣用沸水煮持续5分钟，是饮用的最佳时机。对，就是现在，喝一小口就能舒压。好喝。宋小姐，你喝越多，应该是越能舒压。是恐慌症，已经好多年没有发作了。
当警察的妻子，应该压力很大。你调查我？没有，是你在昏迷的时候讲的。反正我没办法过那种提心吊胆的生活，所以我就离婚了。听嘉豪他同学说，你前夫已经过世了。他在一场任务中殉职，胸部中弹。想不到，现在嘉豪的房间竟然又藏了一把枪。那把枪是嘉豪他爸爸给他的，对吧？不是。一定是。不是。他把枪给了他，所以他才殉职的。不是。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，所以才殉职的。宋小姐，你冷静一点。嘉豪的枪不是警用配枪。我还可以反悔吗？我还不想结案。当然可以。第二次打九折。开车！哎，后面那辆车好像在跟踪我们。别回头！其实从饭店出来我就注意到了，该不会是九高吧？九高，我前男朋友了。哦，嘉豪，我们甩掉他吗？好像没有跟过来。为您更新韩妆网红性侵案最新发展。一开始以为他对我只是关心，结果网红性侵案大逆转，检察官最后因证据不足给予不起诉处分。现在想起那天晚上，我想要马上就可以死掉，不要活在这里。亲爱的女儿，可不可以让我见上一面？离婚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看过我女儿。我真的好想她。偷听别人讲话，好玩吗？你是怎么溜进来的？这是刑警的本事，你不懂的。
这是什么？枪击现场发现的，已经坏了。许瑞清，市议员许庆贤的独生子，上个月6号清晨被发现沉尸在一个废弃的货柜内，身中4枪，当场毙命。唯一嫌犯帮派分子侯梦圆，绰号丢高，目前在逃。有几个问题，最多给你问2个。你们怎么知道是侯梦圆干的？我们彻查跟徐瑞清有过节的人，他常上酒店，为了女人跟丢高有吵过架，而且案发之后他就失踪了。他有一把贝瑞塔92，跟现场发现的子弹吻合。那你们有找到枪吗？没有。你要帮我找吗？好啊，找得到的话。你们侦探都这么穷啊，连车窗降不下来，这上面还快鸟屎。你不会自己手动？你们刑警都不吃午餐的？吃，只是不想给你吃啊。好臭。谁打来了？万新明，你这个时间出现在这里，没有任何人知道吧？我很小心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好，我是北都日报记者。为什么还不放过我？我正在撰写有关你的追踪报道。还有什么好追踪的？都已经过了这么久，你也非得要逼死我才跟进，是不是？巨蟹座，本周运势不错，只不过要提防一些突如其来的小意外。哇，好准！
经离开马国行家半个小时，是啊，那枪呢？暂时还不知道用途，但我原本的设想可能不成立。什么意思啊？原本我以为嘉豪的枪是用在马国行身上，但现在这枪口，也许是朝向另外一个人。马先生，麻烦开个门，我来收房租。你哪不是你卡个起？李队，小队已出发前往支援，请回报现在位置。Over。你没看到？没看到啊。我是说你没看到我这副德行啊。正常人一看就知道我一定是被屌高通殴倒地之后，他人就跑了，这还需要问？他人都跑了，你还找来抓人啊？如果我跟你说屌高跑了，你就不会来关心我了。他跑去哪了？我怎么可能被他白揍呢？你在身上塞追踪器。哎，这是侦探的本事，你不懂的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会去问那个卖保险的吗？我知道你叫他偷偷跟踪我。什么时候动手？快点。我只是说说而已啦，我今晚就动手。我们聊聊。聊什么？
你又要跟我拉保险？是啊，来保你的险。走开。书包里面那把贝瑞塔是怎么来？你是红梦园的人还是警察的人啊？干嘛？给你。枪击现场发现的，已经坏了。警方在赃物库里面找到这个，应该是你爸沃里斯所买的。警方也搞不清楚，这个跟他的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我猜，应该是你父亲打算送给你。宋小姐委托我调查你那把枪怎么来的。那把贝瑞塔是徐瑞清枪击案的凶枪。谁呀？过来。猴哥，杨玉。温新敏说，1年前他被马老师性侵，但最后检察官却判老师不起诉处分。所以他打算报仇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其实你一开始接近他，就是受马国航委托。你不知道我的事吗？为什么还愿意帮我？你是被陷害的吧？这段时间跟老师相处下来，我相信你的为人。我是在医院当志工的时候认识马老师的。宽容与引导，曾经是我当辅导老师的一贯主张。但是有些邪恶，它是与生俱来的，是没有办法宽容引导的。老师得了癌症，在死之前，他想要知道温新明的状况。如果他后悔，那老师就会安然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带任何怨恨。求求你，赶快帮我杀掉马国航，好不好？他在我的 IG 上面传了好多那个字哦。你把它截图传给我。那些死字根本不是我传的，也不是马老师传的，一切都是他自己在自导自演。所以你们打算利用侯梦圆留下的凶枪来杀温馨？这个是马老师的计划。他设计这个计划其实是因为我，避孕枪是我弄到的，而且侯梦圆已经潜逃到大陆，很完美。但你刚才去接温馨敏的时候，你并没有动手。你究竟是在哪边？是替马国航杀温馨敏，还是马国航？我的目的只有一个。就是让老师继续活下去。每次他握着那把枪的时候，就更有活下去的意志力。这是你制造的。喂，
你要去哪？你们母子俩的反应怎么都一样慢？当然是去看马国行。老师，我没拿到子弹，对不起。你为了帮我，吃了很多苦。我没事。老师，我们赶快去。去哪？趁手术进食前，我好想吃排骨饭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枪也能救人。枪是能救人，前提是那是一把没有子弹、无法击发的枪。你拿到子弹了，对吧？我一定得让老师看到子弹，这样他才会愿意动手术。当你把枪与子弹都交给马国行，他会做出什么事，没有人能预料。你也想这么做？我说的是实话。马国行没有强暴我，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。这些赵云波照片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照片，是我跟猴哥在一起之前的照片。所以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跟猴哥乱讲话，我求求你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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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温新敏的录音证据，他已经承认整件性侵案都是他捏造的。你想不想报仇？我不知道。如果你想，这就是你的子弹。枪能杀人，也能救人，是嘉豪教我的。我想，媒体也是。辛苦了。安姐不是早就结案了吗？干嘛多管闲事？这就是冷硬派侦探。
懂吗？无聊。现在整间公司由我负责。现在整间公司由我们俩负责。那位是本身的秘书小姐马如文。如文，帮我查个人。你现在这口气，当我是你女佣吗？我哪敢把你当女佣啊？知道现在什么时间吗？我知道现在是下班时间啊。查谁？温馨米。喂。喂。快点开灯！很奇怪，温馨敏干嘛留着那些超音波照？她哪有那么容易抓狂？那张超音波照也是她的子弹。我调查过，她常拿去敲男人竹杠，收不到钱就威胁要跟她男友说，大家都怕。只是她男友根本变没在过。我要下班了。这世界的邪恶还没下班。辛苦了，请继续努力。好喝。妈，给你看个东西。这是什么啊？不是枪啊。啊！其实爸爸一直没有忘记。你等我一下。这是要送你的。现在我有2个一样的东西。其实啊，我提离婚是想要逼你爸让他辞职，想不到他就签字了。我以为他要抛弃我们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是想要保护我们。